讲俗语话，说俗语话，近来学台湾话的人嘛愈来愈侪。今年已经食到将近80个李兴德老师，对6当前开始教人台湾话，甚至业笔写字、出版台语文的作品集。尤其为着配合学生的需要，佫会随拄特课，甲学生设计专用的教材咧。安头毛喙鬚白的李兴德老师，伫台顶教学生安怎念台语的入声。我是感觉讲，咱一个语言，就是爱讲，会晓听，会晓讲，会晓读，佫会晓写。哦，听甲讲这较简单啦吼。你也找迄个环境有迄个机会，要训练较紧。哦，你若要读，你嘛会使读别人的成品，但是写一定要靠家己。写一定要靠家己，靠写有一个什么好处呢？你写的过程中间，你就会去想着讲，自己爱安怎表达。李老师讲，写台文会使结头壳，顺续检视家己的台语程度，也通真做学生的好模范。食到70、80岁，投入台语教学，也互对香港来的就地学堂执行长真佩服，甚至为着真少人学的台语开班。这我们应该对于不同的文化都应该有敬畏跟尊重，能够参与就是台语的推广。保存台语，我觉得是我的荣幸。执行长学了李老师人热心，教册阁认真，真侪对台语文有趣味，也是想要甲母语扣回来的民众，拢小济走来对伊学台语。想要甲这个我自细汉就一直咧听的语言，甲找倒转来。其实讲听甲普通咧讲是无啥问题啦。只是讲。另外一方面，我嘛想要学迄个台语的正字要安怎写，因为我嘛是有想要用迄正字写一寡物件。若有心要学台语的学生，李老师拢真欢迎，而且佫会针对因的需求来设计教材。我拢家己写到什么程度呢？写到尾个时候，我佫会使讲叫做客制化。你吼什么款的？我要讲你卖厝。我针对讲你卖厝，我若万一我袂晓，我讲你提供资料我换做台语我来教你，有这个方式，教学相长。李老师表示，真侪学生是因为做工课爱讲台语，才会来学。不过也有人认为，即阵讲台语长时行，会晓讲较占赢。不管因学台语的动机是啥，未来伊拢会继续教。望咱的母语代代传。记者李定随台北报道。